人呢？怎么样，金老师？非常完美。可以吗？这样？准备开始拍吧。咦，聪明？小小，怎么会是你啊？王老师呢？王老师谁啊？不知道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想你喽，过来看看你不行啊？哎，好啦，我是来试镜的。试镜？啊，别闹！我没闹，我来参加池氏集团新一季代言人的试镜，一会儿准备在这儿拍点东西什么的。哎，但是刚刚我来这个棚的时候是王老师他们在拍啊，我没走错棚啊。这个楼里棚挺多的，估计他们去别的棚了。行啊，小小，你现在都已经开始试镜啦。改天混上了代言人，我也可以好好的跟朋友炫耀炫耀。你呀，过有点出息，真是。那你好好拍。可以了吗？稍等，怎么了？你也来拍一张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不会没事，的。你看镜头就好。来。哎，快过去帮忙！小小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样？小小，你醒醒啊！聪明，我在。我有件事情想问你。我答应你，宋小小，只要你没事，我就做你的女朋友。他又出现了，这次他又做了什么？莎莎，池总，池总，这海报上不就是他吗？哎，对啊，是池总啊。进来。
老板，关于新一季的服装广告，因为和之前的代言人合同已经到期了，这一次启用的是新人，是由国内顶尖的时尚团队DG工作室一手打造的。这是样片。这个模特是谁？是之前来面试的新人，叫宋小小。之前没有什么走秀的经验，但是DG的医美老师一直坚持用她，说她对时尚的把握有独特的见解，而且效果确实不错。有他资料吗？有的。看这么明目张胆的参加广告拍摄，真是够嚣张。照片上的模特和老板好像啊。老板，老板，啊？他我不是很满意，换另外人代言。老板，但是我们的时装发布会已经定好了时间，如果现在换人的话，那可能会来不及了，而且咱们的损失也会很大。这是你要解决的事情，不是我要解决的事情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经理，你找我啊？池氏集团你也去过几次了，熟门熟路的。你去交接一下影视系列的后续程序。又是我，又要见到这么那个大变态了。别唧唧歪歪的了，那边工位都给你安排好了。哦，是，我马上就去。经理，是谁啊？这个呀，领头的就是 DJ 的灵魂人物，人称中国版时尚女魔头的医美老师。医美老师，后面跟着的是他的御用造型师、御用摄影师、美甲师，还有吉他手呢。这么厉害，这么多助理啊！不过啊，这些都不是重点，好吗？只要医美老师来咱们公司呢，那就只能有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哎，就是关于咱们新产品的代言人问题。咱们老板吧不想用那个模特，但是医美老师吧一定要用那个模特，这不，过来开撕了。模特是谁啊？据说咱们的代言人啊，长得跟咱们老板特别像，而且比咱们老板更加白嫩。据说呢，还是个90后的小鲜肉。那个鲜呀，简直就是个移动的荷尔蒙机器。你别生气。哎，你怎么进？看你们总裁的任性指数呀，我大概也知道他是多有钱，可是钱对我没用，我是个很爱惜自己羽毛的人。用大明星文杰，哼，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的，我能不知道他啥样吗？啊，就一绣花木头熏过的腊肉，能和我们家小小这个小鲜肉比吗？这纯属我们老板的个人喜好，您千万别生气。哎，您到那边去休息，这件事情我一定帮你解决，一定帮你解决。聪明，你来了。金秘书，刚刚里面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两边掐起来了。掐起来了？就你们老板那样，还有人敢跟他掐架？就金老师一个人不停的在说，从头到尾我们老板就只说了一句话：出去。宋总助，你来了，老板正在里面发脾气呢。我先走了。不就一个模特吗？哪有这样的必要？是不是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儿？没什么，这件事儿已经定了，换那个明星文杰。那好吧。
我的小鲜肉估计没戏了。我刚听金秘书说，总裁已经把他文件夹里的小鲜肉的照片换成那个男明星了。只要那个文件夹送到企划部啊，很快就会送到印刷厂。再见了，我的小鲜肉。迟总好。出来吧。其实我是可以解释的。说。这个事儿吧，这个代言竟然是属于小小的。作为他的女朋友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得帮小小把代言抢到手。可恶的迟墨，我不会放弃的。迟总，你要回家啦？我想起来我还有东西落在那里，可不可以载我一程？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，默认了。迟墨，你，是不是在找这个？是。那什么啊？我就是那个，我就是我。说，为什么要更换照片？难道照片里的人你认识？你看你刚那个动作太大，我怕这书架会倒。说。宋小小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为男朋友出头，天经地义。怎么了？你说宋小小是你男朋友？对啊。跟他分手。你又不是我爸，你还管我跟谁谈恋爱？你跟谁谈恋爱都可以，唯独他不行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他的电话不要接，他说的事情也不要相信。如果他出现，马上跟他分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个骗子，他是个不该出现的大麻烦。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们家小小啊？你认识他？可是我们家小小说他根本不认识你啊。我当然不认识他。那不就完了？你管那么多呢？我跟我们家小小正大光明的谈恋爱，一没有违法，二没有违背社会道德，你管得着吗？倒是你，内心阴暗、出尔反尔，
还有异装癖的男神经病才是最危险的。我异装癖？你这么快就忘了？那天晚上大半夜的，你叫我送红酒去酒店。郝聪明，郝聪明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钱、名誉，还是想让他当代言人？我都可以满足你，但唯一的条件，你必须和他分手。如果我就是不分手呢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对，我不管谁反对，马上给我撤下宋小小。还有，以后跟池氏集团有关的产品全部都搞封杀它，在池氏集团的内部，不要让我再看到任何跟宋小小有关的海报，听到没有？宋小小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不会让你得逞。不好！喂，老板，公司那边传来消息，说临时更换的代言人坐地起价，要求代言费增加30%，超出了预算。您真的要换掉这个宋小小吗？这样有些得不偿失。他说什么要换下我？哼，一群没有品位的智障。喂，你听我说啊，马上召集所有相关人员。对，我要今天晚上大街小巷全部贴上宋小小的海报。什么宣传册马上印，网上的宣传要跟上。对，立刻马上。你没听错。石墨，你自己不好好利用这个身体，还嫌弃我的海报？那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池氏集团股份7%，做得干净点儿，别让人给查出来。爸，哎，宝珠啊，你回来了，以后再说。爸啊，你刚刚在说池氏集团的事情啊？你听到什么了？池氏集团7%的股份什么的，爸，你私下想收购池墨家的股份啊？7%，那就是大股东了，可以行使股东权利的。宝珠，这商场的事，一个女孩子家就别操这心了，找个好男人是吧？结婚恋爱这才是正事。最近是不是缺钱花了？那我给你拿点。哎呀，爸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还要什么零花钱啊？爸，你把池氏集团的股份转给我，我想我可以利用这个把池墨追到手。宝珠，你说什么呢？转让股权那可是大事，这岂能当儿戏呀？哎呦，爸，我是您唯一的女儿，郑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你不转给我，你给谁啊？那也不能便宜那个池墨呀，万一是吧？你着了他的道，这股权有可能就不姓郑了。爸，只要我跟池墨结了婚，那池氏集团的下一届继承人就一定是我的孩子。那到时候整个池氏集团有一半可是姓郑的。可是，哎呀，爸，你就给我吧，要不然我就终身不嫁，我就缠着池墨，我不嫁也不让他娶。好，我等我考虑一下。你还考虑什么呀，爸？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啦。你呀，
什么？你说迟墨到了咱们门店？嗯。迟墨，你怎么来我这儿了？业务洽谈。真的？哎，别看了，口水擦一擦都掉到桌子上了。真的好帅，好帅啊！他以后就成为我的新男神了。我能读懂他的背影，伟岸而又有安全感。他是男的。我刚刚握的这只手，分分钟几千万人民币进账。我肯定能沾点喜气儿。哎，你看，我这手是不是比刚才还白了点呢？白了，白。聪明啊，几天不见，你整个人简直是焕然一新呐！有吗？聪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啊，迟氏集团总裁亲自来咱们公司呢，钦点你做珠宝设计师。原来迟墨来门店是为了钦点我做珠宝设计师，怎么回事？听到这个，竟然还有点小感动。要不这样吧，为了答谢大家，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唱 K。愣着干嘛呢？这工作时间知不知道？不知道怎么在公司里做出点业绩，成天想着唱 K 唱 K。哦，对了，好聪明，来一趟。哦。好聪明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要给我加薪？哎，升职加薪都不是个事儿，只要你能完成我给你的新任务。什么新任务？跟迟氏集团战略合作。经理，咱们能不能有点骨气啊？我刚刚从卑躬屈膝的那种状态恢复了自由，你现在硬要让我去抱大腿啊？说什么呢？什么抱大腿？会说话吗？这叫战略合作。你看啊，第一步你按照我说的做，咱们跟迟氏集团现在已经化干戈为玉帛了。这下一步，咱们强强联手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经理，你还懂《孙子兵法》呢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粉丝时代的经济。这粉儿对了偶像啊，天天都是正能量。这偶像要是带上咱们的饰品，那分分钟都是进账啊。但是这跟迟氏集团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傻呀？你想，迟氏集团这么大的产业，现在要注重新媒体力量，给影视周边开发的饰品卖给粉丝，简直跟抢劫一样。他们的短板就是咱们的长处，咱们的优点放到他们的平台上，就能发展得更加强大呀。聪明啊，加油拿下这一单，我一定给你升职加薪。祝你走上人生巅峰！巅峰，巅峰！我回公司了啊，加油！迟墨自己就是个大坑，离开了迟墨这个大坑，我才天天都是巅峰。不进来了？进，当然进了。我可是代表美克拉美来跟你谈战略合作的。糟糕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这样的情节一般只能出现在电视剧里吧？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！我是空气，我是空气，我是空气。哟，在公司都不避讳了，都同进同出了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跟你说话，我当你是空气。他怎么知道？
设计稿是你搞的鬼吧？你调查我，你为了他，你居然调查我，迟墨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心吗？迟墨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这款瑶光之星是我们公司最新设计的一款钻戒。瑶光是北斗七星的第7颗星，是北斗星的斗柄，由它来指引方向。那么以这颗星来命名呢，就是希望钻戒可以像星星一样，指引那些在爱情中的路痴，早日找到他的真命天子。那颗叫什么？玉衡。哎，那颗呢？瑶光之星。瑶光之星，好美的名字啊！我觉得你懂得很多嘛。你喜欢天文啊？喂，郝宗明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有约法30条。所以，我们把这款钻戒命名为瑶光之星。我认为这颗钻戒的设计和寓意都很不错，大家认为呢？等等，郑小姐是股东大会决定的新任珠宝项目负责人，并且郑小姐有7%的股权正在过户，所以很快郑小姐就会成为池氏集团的股东之一。啊，欢迎欢迎！谢谢大家的信任。这位女士的设计勉强过关，据我所知，好聪明是吧？有抄袭前科。我们公司之前的陨石系列因撞车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而这场事件的主角正是大家面前的这位郝小姐。撞车事件之前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，那是池总大度，下面的人也没法说什么吧。要开始反派女2号的戏码了。我郑宝珠做事一向公平，如果你的设计能够符合池氏集团要求的饰品，我自当赔罪谢礼；如果设计不出，那抄袭事件也并非空穴来风。你说是吗？真狗血！万年老桥段就不能换一个？这招数，还挺管用的。好，我接受郑小姐的挑战。如果我可以设计出符合郑小姐要求的珠宝，还请郑小姐信守承诺，达成2家的战略合作。好，那我就等着你的作品。郑宝珠做事一向公平，如果你的设计能够符合池氏集团要求的饰品，我自当赔罪谢礼；如果设计不出，那抄袭事件也并非空穴来风。你说是吗？真狗血！万年老桥段就不能换一个？这招数还挺管用的。好，我接受郑小姐的挑战。如果我可以设计出符合郑小姐要求的珠宝，还请郑小姐信守承诺，达成2家的战略合作。好，那我就等着你的作品。郑氏集团怎么能拥有7%的股份？这事儿你事先不知道？我也觉得这件事情特别奇怪，应该是恶意收购。宋总珠，这是最新的专项册和海报，请过目。怎么还是宋小小？我不是告诉过你换人了吗？池总，这不是您亲自决定要把他换回来的吗？出去！我让你们出去！好的，老板。池大爷，你最好乖乖的让我的海报上市，否则我有更劲爆的代言方式哟。想不想挑战一下？取决权在于你，好好想想。
我说以后啊，我们的什么设计稿呀、电脑呀，可都得小心点，万一……就是啊，可危险呢。各位，有哪位要与我郝聪明比试的，尽管放马过来。背后落人长短，岂非大侠做派？你在干嘛呢？站那么高干嘛？啊，我是看这个灯好像有什么问题。你看啊，这上面好多小虫子，是不是应该打扫一下？哎，阿姨。珠宝研发部刚刚成立，我看了之前的方案，这个钻石匣周边开发的很不错，我会以它作为我第一个项目。郑小姐，这个钻石匣的 IP 呢，大家也都很想做，可是自从3年前断更以后就没有消息了。这个作者更加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。我们也一直很想联系他，但是……好了。这世界上只有不努力的人，没有成不了的事。我要3天之内拿到授权。我看这件事情就交给郝聪明小姐办吧。我这人做事一向公平，交给郝小姐，自然她最合适。诸位还不知道吧？郝聪明可是位网络作家，还出版过一本我叫郝聪明的畅销书呢。这可是你的优势，好好把握。但是我是真的不……来，我们给郝聪明鼓掌。韩毅，我给你30分钟，把所有郝聪明的资料发给我。啊，郑小姐，这个时间有点……我会定制一个新的套餐，新套餐的定金我今天给你打过去。啊，这个容我再考虑一下。哎，你好，这个好像不太行，你有消息了是吗？啊，等等，我记一下。哦 ，OK， 我再查一下。刚摆平一个大魔王，又来了一个女魔头。你没看到，他今天在办公室简直是要吃了我一样。难道是因为迟墨？我跟迟墨假同居的事情被发现了。韩毅，该不会是你吧？说什么呢？怎么可能？我早就跟他闹掰了。上一个套餐他居然给我差评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他老死不相往来，况且那条消息应该值不少钱，我怎么可能把商机这么轻易的泄露给他？那怎么办呢？听这话，小主您是遇上什么事儿了？他让我拿到钻石匣的周边开发授权，要不要我帮你打听打听道上的消息？最近穷，没钱。哎呀，跟我还提什么钱啊？这样，你先欠着。不过听起来这事儿也没那么简单。对啊，我自己就是钻石匣的脑残粉，当年的盛况跟《盗墓笔记》有的一拼，只不过3年前断更了。据我的分析呢，这个作者是一个单纯、善良，甚至有点小羞涩的男生。他对天文学有很高的造诣，富有浪漫情怀，而且他有一个很心爱的女生。不过作家圈里面有人说他写文猝死的，但是我更愿意相信，他是跟他心爱的女生一起去过平淡而幸福的生活了。老板，郑小姐要郝聪明拿什么钻石匣的授权书？钻石匣？您知道，但是难度有点大。这个作者已经退出网文界很多年了，
这小妮子可真够折腾的。我知道了。喂。那就拜托你了。不是，我给你找到线人了，你哪儿呢？怎么还不来？这么大热的天儿，我一个人巴巴的站在这太阳底下，别说热成狗，我都快给热成12生肖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情况有变。昨天我收到一个匿名短信，说在我的朋友圈里看到寻人启事，特地告诉我钻石侠的情况。哎，我觉得有可能是我的粉丝哎，看不得我有难。我说好聪明，你虽然叫聪明，但是你得知道那就是一种美好的愿望。咱能不能别老干傻事被人骗？怎么就是被人骗呢？他又没有要我什么劳务费。请问是郝聪明小姐吗？你等一下，我是。有你的快递儿，请您签收一下。哦，好。我先挂了。钻石侠授权书。你不是说钻石侠方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？按道理讲是这样啊。据我的线人说，这作者3年前就去世了。那为什么还可以拿到授权书呢？会不会是遗嘱继承人啊？滚！哎，明天早上8点的会议啊，记得把设计稿给我，我拿着去复印一下，做成文件夹。设计稿？什么设计稿啊？你没有收到邮件吗？没有啊。我看看啊。哎，真的有。这电脑不是我之前用的那一台。你可别胡说，它可一直在那儿呢。哟，你们就这点伎俩啊？换电脑藏消息，你们当我小？杜拉拉升职记看过没有？75集的《甄嬛传》都白看了，韩剧女2号都这么跳戏呀！哼，一个个的一点斗争经验都没有。哎，让我斗也不是，不斗心烦。好，开会不是明天嘛？明天8点之前我会完成的，放心吧。死机了。怎么了？那个，我的电脑不知道为什么死机了，我设计稿还没完成呢，帮我看一下吧。哎，赵姐，郑小姐，等会儿，郑小姐，石墨呢？石墨在里边呢，你有事吗？我帮你通报一声。好了。谢谢啊。郑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贱人，你敢勾引石墨？我没有。贱人！郑宝珠，你发了什么疯？你跟他住在一起，是又怎么样？你跟这个女人什么关系？你误会了，我们2个人真的是……我跟他什么关系？你管得着吗？你3番2次拒绝我，就为了这个女人？既然你都看到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。显而易见，郝聪明是我迟墨的女朋友。啊，我是迟墨的女朋友？是你忘了吃药还是吃错了药？别多嘴，配合我演戏。迟墨，
你以为找了这么个女人来做挡箭牌，我就会相信吗？需要我为你证明一下？是吗？你欺人太甚！占我便宜！我再也不要理你了。赤墨被那个女人迷住了。好了，宝珠，你先别哭了。墨儿，她真的那么离谱？何止啊！赤墨还把那个女人接到别墅同居了。我怕再这样下去，不仅仅是赤墨，整个池氏集团都会葬送在那个女人手上。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阿姨，阿姨，你没事吧？别吓我。我没事，我是被那个混账东西给气的。你去把墨儿找回来。这件事，我要当面问问他。嗯，我这就去。阿姨，现在也只有你可以把赤墨拉回正途了。就按照你的思路，做一个本季度的企划案给我。老板，刚才家里来电话说老夫人的心脏有点不舒服。什么时候事？今天上午郑小姐去我家里以后，老夫人的身子就不爽快了。郑宝珠，又是他。今天先这样，3块。我听宝珠说，你最近把一个女孩弄到家里去住了。他怎么说？他没说什么，只是说，自从你跟他分手之后，就一直没再搭理过感情上的事儿。既然你已经做了选择，我总该听听你是怎么想的吧。那个女孩家里是干什么的？就是很一般的家庭。一般人家的女孩能被你看上，那她样貌、学识方面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。没什么过人之处，就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女孩，扔到人堆里都找不到那种。那你选择她，而不选择宝珠，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叫郝聪明的女孩。好，那我就带她来见你。再喝点吧。池大爷有何贵干呢？我警告你，不许再对我动手动脚。看一下，想吃点什么？这么贵！事先说好，这顿饭是不是你请？放心，这家餐厅属于池氏的，这顿饭我请你，算是谢谢你昨天晚上配合我在郑宝珠面前演的那出戏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郑
么多好吃的，点什么好呢？给我来一份龙虾餐，谢谢。对不起，龙虾需要现做，请您稍等一会儿。哦，那我换一个吧，待会儿吃完饭还要上班呢。一客龙虾餐。公司那边我已经给你打过招呼了，下午跟我出去办点事情。那我先不点了，谢谢。我说呢，原来这是一场鸿门宴，请我吃饭是有目的的。你晚上跟我回家。什么？回家？你有什么阴谋？作为我的女朋友跟我回家，我妈要见你。哈？欢迎光临。干嘛呢？口水都流下来了。补品。你真的打算空着手见我妈？你是让我现在这个样子去见你妈吗？你看我昨天澡也没洗，头发乱七八糟的，还有我好久没有拔黑头了，你看我鼻子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能这样见你妈妈呢？人靠衣装，好歹让我打扮一下吧。让你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，衣服什么的还是别浪费了。怎么就浪费衣服啦？好歹我也算五官端正，皮肤白皙，没有胖成猪，也没有瘦成柴。这个人真是不知好歹。我好好打扮一下，也是为了给你留面子。你不觉得有一个大方得体的女朋友还是挺好的？我告诉你，淑女走路是不会撞到别人的后背的。你学过礼仪吗？10厘米的高跟鞋穿得了吗？如果把巴黎时装周的名品设计全部堆在你身上，你觉得你 hold 得住吗？与其画虎不成反类犬，不如你这样返璞归真的好。我已经跟我妈说过你的底细了，一会儿记得多吃东西，少说话。多吃东西。记得你的角色定位，一个靠怀孕上位、穷酸又无赖的拜金女。说过你的底细了，一会儿记得多吃东西，少说话。多吃东西。记得你的角色定位，一个靠怀孕上位、穷酸又无赖的拜金女。这个郝聪明是湖南的，一家都是小市民。你看他平时的样子，粗鲁又没有修养，跟迟墨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人。还有他的生活作风也有问题，3更半夜出入酒店，也不知道跟什么人混在一起。不说话，回去了。我刚才说的是事实啊！别理我。又怎么了？我是穷酸无赖的小女人，可就连穷酸无赖的小女人都知道，初次登门不能太失礼。我现在要去买条裙子。我陪你去。你别跟着我啊！我可不是为了你。这就是你所谓的穷人的尊严是吗？对，这就是我们穷人的骨气。你是不会懂的，迟大爷。欢迎光临 Forever New， 请问您需要什么？我想挑一条好看的裙子。小姐，您眼光真好。那我就要这个啦。好的。
就这条吧。好的，请稍等一下。死抠门迟墨，有钱了不起啊！鲁迅先生说的真是没错，只是越有钱越是一毛不肯放松。无良资本家，死抠门迟墨。小姐，一共是4380块。什么？4000多？嗯。不是380吗？本店是高级女装专卖店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要，我刷卡。谢谢惠顾。我1个月的工资。那个，如果尺码不合适的话，我过2天可不可以来退啊？哦，是可以的。穿着带标签的衣服不礼貌。小小。少爷，今天有客人来，已经吩咐下去了。好，少爷，里面请。少爷，夫人请郝小姐客厅里说话。什么意思？需要我回避是吧？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，如果遇到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，就假装嗜睡，做还阴出气的样子。你这么坑自己的亲妈真的好吗？你好好表现，否则……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不就是个老太太吗？请。迟墨的妈妈长什么样呢？一定很雍容华贵吧，否则也生不出迟墨那样的霸道总裁。但一定也很难缠，像韩剧里的那种。夫人，郝小姐到了。郝小姐是吧？坐吧。您好，迟伯母。看来面瘫这一点，迟墨也遗传到了。郝小姐，我就开门见山的说吧，你配不上我儿子。哼，这么直接？你就开个价吧，要多少钱？不是，迟伯母，我想您误会了。你跟我儿子在一起不就是为了钱吗？你的情况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说吧，要多少钱？你才肯离开我儿子？100万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500万。干脆1000万吧。从今以后，你要跟迟墨一刀两断。啊，这么多个零！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。不过迟伯母，您太看得起我了。我郝聪明从小穷到现在，早就习惯了。即便你给我这么多的钱，我也会把它捐给慈善机构，替您行善积德。我跟迟墨之间的爱情是无价的，不管您给我多少的钱，都无法动摇我跟他之间纯粹的爱情。郝小姐，
郝小姐，夫人在等你，里边请。好。这就是迟墨的妈妈，跟脑补的完全不一样，这就是老太太中的奇葩啊！你好，你看我，迟夫人。我呢，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跳舞，但又不方便出门跟那些老头老太太一起跳，就在家里偶尔跳一跳。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。来来来，快请坐。来，请坐。吃葡萄。谢谢。我说墨儿最近怎么总不回家？原来是有女朋友了。有女朋友好啊。自从3年前他跟宝珠分手，就一直没见他再交过女朋友。为此啊，我都愁死了。这么接地气的老太太，看起来应该不是很难缠。好聪明，你真幸运。那个迟夫人，别那么客气，叫我伯母啊。伯母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郝聪明，伯母你叫我聪明就可以了。好聪明，名字啊挺有意思的。可惜呀。怎么啦，伯母？可惜你这么好的一个孩子，我家墨儿却实在是不能跟你在一起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，伯母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我们迟家看起来是家大业大，墨儿在生意场上也是一帆风顺。其实，自从3年前他父亲过世之后，迟氏集团内部就不断的出现危机。以前还有宝珠和他的郑氏集团帮着迟氏渡过难关。如果宝珠她知道墨儿有了新的女朋友，估计郑氏也会对迟氏放手。到时候啊，压在墨儿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。果真跟那些豪门恩怨的网文里写的一样，有钱人的人生不自由，连结婚都不能随自己的心愿。聪明啊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。我也很希望看到墨儿能跟你在一起，毕竟墨儿她是真心喜欢你。但墨儿身上有迟氏的担子，关系到所有迟氏员工的生计问题。你说该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伯母，其实我跟迟墨有孩子在那边。难不成他在装孕吐？哼，就这演技，50块钱一个盒饭，打发了。活过来了。我见到那个叫郝聪明的了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她是我女朋友，也是你未来的儿媳妇儿。还有，我已经把她肚子搞大了。你以为随便找个临时演员来演场戏就对付得了你妈了？让她回去再练几年演技吧。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，你应该继续跟宝珠在一起。我说了很多次了，我跟她没有任何感情，我不想再跟她纠缠下去。郑氏和迟氏之间的利益关系，你不是不清楚。你要是不处理好跟宝珠之间的关系，整个迟氏都会被你给拖垮的。回头把那个郝聪明给打发了，去找宝珠。我做不到。你们两个
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莫儿好久没回来看我了，我们有很多话要聊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不能留你吃饭了，找人把他送回去。啊，可是我还没……请吧。我还没吃饭呢。我的包。好聪明啊，好聪明！你脑子是不是瓦特了？花了4000多块钱就买了这样一条白裙子。4000多！你一整年买衣服的钱加起来都没有那么多啊！好聪明啊，好聪明！我看你干脆改名叫好白痴算了。4000多块钱，就为了陪迟墨演一场戏，还把自己塑造成穷酸拜金、未婚先孕的形象。问题是人家迟墨根本就不 care 好吗？您的卡片消费人民币4380元已退还。我退回来了。哎，你回来啦？哎，这个上面的钱你是不是已经……这个品牌是我们迟氏集团代理的，这条裙子当然我送给你，钱已经退给你了吧？还真的是，那我就缺之不恭啦。想不到你这头大冰山偶尔也会冒出点人情味，真是100年难得一见的情景。哎，谢谢啦。你不用客气，今天你表演的这么卖力，送你一条裙子当酬劳也是应当的。难得送别人个东西，还表现那么臭屁。你不用想太多，我们之间只不过是单纯的交易，你帮我忙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。谁想多啊？我就是多说2句，给你个台阶下。我看你干脆不要叫迟墨，改名叫迟钝算了，一点眼力见没有。我好聪明，发誓，以后我要是再给迟墨好脸色看，我就连好白痴都不叫，我干脆砍掉一个字，我叫好蠢。小小，果然是他。喂，小小是你吗？小小，小小他怎么不说话呢？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喂，等一下，我有事情问你。哎，我上班要迟到了，你有什么事晚上再说吧。就是你之前跟我说的，你那个男朋友，就是长得像我的那个人，你能给我多说点他的事情吗？比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们什么时候开始？
原来你是想玩这个啊？迟墨这个家伙不会是真的爱上我了吧？打住打住，好蠢！你还被他欺负的不够吗？那我就说啦，我们家小小不光人长得帅，而且对人也很好，很有礼貌，充满自由不羁的情怀，非常的有才华，而且他对人很亲切热情。要说到他的优点，真是3天3夜都说不完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就是跟你这坨冰山完全不同。完全不同。嗯，怎么了？一大早上神神叨叨的。要是没别的事，我上班去了。嗯。是，就池大爷你这臭屁德行，还想跟我们家小小比？哼！小小，你去哪儿了？好久都没有见到你。